通過動工起蓮塘新口岸，耗資96億港元，會採用兩地兩檢模式，預計最快喺2018年落成嘅。新口岸會有助加強本港同埋粵東嘅聯繫，同埋舒緩其他口岸嘅擠迫。胡天恒講下。新嘅口岸位於深圳嘅蓮塘，連接香港文錦渡同沙頭角之間嘅香園圍。設計同深圳灣口岸差唔多，將會興建一座相連嘅客運大樓，橫跨深圳河。新口岸採用兩地兩檢模式，旅客日後經過大約100米嘅行人通道就可以過關，大樓下層就可以俾車輛過關。當局研究喺新界東面起一條大約10公里嘅道路，包括3條隧道，連接吐露港公路同新口岸。新口岸可以俾跨境貨車來往香港同粵東，包括惠州同汕頭等地。預計到2030年，每日有2萬幾車次同埋3萬幾人次使用新口岸，可以舒緩現時文錦渡同沙頭角嘅擠塞情況。對於我哋嚟講呢，係有一個策略性同埋前瞻性嘅意義。如果係兩地嘅經濟融合同埋擴大香港同埋深圳喺粵東以至到去到福建廣西省呢個經濟嘅腹地呢，其實不斷係喺投資同埋改善我哋嘅口岸嘅設施呢，係非常之重要。新口岸喺香港嘅香園圍佔地18公頃，當局需要遷走蓮塘竹園村嘅居民，而成項工程需要耗資96億港元，包括建設費同埋收地。政府年底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亞洲電視記者胡天航報道。神舟7號最快1個